大家好，我係蔡師傅啊！由香港魯班講粵堂舉辦嘅青年魯班選舉2026咧，就可以報名參加啦。今次嘅參選資格咧，就係需要咧有建造業相關嘅畢業課程啦，同埋合資格人士等等嘅。咁年齡要求咧就係40歲以下啦。都需要一名提名人嘅，咁一般都係僱主啊、上司為主噶啦。咁比賽嘅截止日期咧就係4月13嘅。次比賽咧分為2個組別啦，就係工程管理啦，要進行面試咁，同埋咧工藝比賽嘅，就係油漆、細木同埋泥水呢3個工種可以有技能比賽嘅。工程管理面試嘅問題咧，大家可以參考翻我上年比賽嘅時候咧，分享翻嘅一啲問題啦。獎項方面咧，最大咧就係呢個優秀青年魯班大獎啦，得1位嘅啫，仲有其餘4個嘅大獎。而工藝獎就各1名啦。除咗以上嘅獎項咧，其實仲有優異獎嘅。工程管理嘅優異獎有10名啦。工藝組別咧，每行咧2名嘅優異獎嘅。所以頒發嘅獎項都唔少嘅。如果大家見到有興趣就可以參加啦。今集介紹咁多，拜拜。